有人問阿晶點解唔同父母住？係咪而家揾咗錢唔要父母啦，嫌棄父母啦咁樣？係咪婆媳關係啊？等等各種嘅猜測，其實都唔係嘅。我屋企嘅關係咧，相處得好融洽，我老婆都好大體，而我阿媽都好包容我老婆，所以唔存在呢種咁嘅情況。咁目前我哋屋企嘅狀況咧，就係因為我工作原因咧，兩地跑啦，有時肇慶東莞咧，咁而我父母咧就喺雲浮呢邊。咁我老婆咧就為咗同啲細蚊仔返學接送比較方便啊，就喺學校附近租咗套房嚟住嘅，所以可以講我而家唔係叫兩頭家，係三頭家，所以三個地方周圍走。咁你知啦，老人家咧上咗一定嘅年紀之後咧，已經習慣熟悉晒佢附近嘅生活同埋圈子，就唔想再去重新熟悉㗎啦。因為喺20幾年前咧，我父母帶住我哋由農村嚟到雲浮呢個地方打拼咧，已經生根落戶，已經有佢嘅圈子係啦。咁我亦都有嘗試接過父母去咗肇慶呢邊嘅新家嗰度生活，但係冇住幾耐咧，佢哋又話要翻上啦，因為佢都係習慣佢自己啲朋友啊圈子咁樣咯，所以你叫佢重新去熟悉就好難。咁啊，天底下父母體諒仔女咧都經常有，但係有幾多個仔女可以體諒父母嘅咧？係咪？所以我都係尊重佢嘅選擇嘅。咁啊，有句話叫做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孝順嘅嘢應該要及時嘅，所以趁老人家父母仲健在嘅時候就多啲陪下佢啦。咁所以我一旦有時間咧，都抽時間翻嚟陪佢行下街啊，食下飯咁樣傾下偈。我還算好啲，有好多仔女咧出外工作嘅父母好難見上一面。一翻到嚟屋企啦，好多時候都顧住個老婆同仔女。因為我職業嘅原因咧，我係做直播嘅。只要我一開直播嗰時候咧，我媽作為第一個嘅忠實擁躉粉絲咧，由開頭睇到落尾，佢成日都見到我嘅，包括我身邊發生嘅任何關係點點滴滴啊、公司啊、人啊、事啊，佢比任何人都仲要清楚。所以反而我見佢嘅時間會少啲。好多時候我都翻嚟第一時間打電話佢，出去食下飯啊、飲下茶啊、行下街咁。佢都會好高興嘅。咁啊，趁父母仲健在啦，亦都奉勸各位有咗自己嘅家庭、有咗自己嘅仔女嘅時候咧，要多啲顧及下老人家嘅感受。其實孝順嘅嘢唔一定要俾好多錢嘅，即係佢在意嘅就係個仔、自己嘅仔女個心喺唔喺佢度。有句話叫做有心就夠啊。